苗栗一间幼儿园早起10点外火烧，老师赶紧带学生散开，加载火随拍花，无人受伤。桃园市铁路地下化建设预算上千亿，沿路的加设5个车头，昨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彰化一个男性本地要去香港找女朋友过圣诞节，却伫咧机场互人遣送回来台湾，伊讲实在想无原因。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2月2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苗栗北安街一间幼儿园，早起10点外，拍算是咧煮食的时无斟酌，煞按2楼灶骹开始倒火，老师赶紧带学生散开，嘛有个走对3楼去秘伫咧阳台，加在消防局分推车甲拍火车拢驶去到位，火念伊就拍花，全拢无人受伤。幼儿园的员工急甲喊出来，因为苗栗这个幼儿园。3楼还有28幼囡仔，还有老师伫咧训。迄阵2楼的灶骹已经呛甲全乌烟，走廊拢无在条行咯。消防队员来到这，赶紧储水拍火，佮将分推车加起来准备要救人。早起10点外，这间幼儿园2楼窗仔内开始呛乌烟出来，众人一个发觉，就赶紧带1、2楼的学生囡仔散开。讲到会导火的原因，幼儿园的员工表示讲，拍算是煮食煞炉仔火未记得禁。加在梦里火就拍花，规定先生甲学生拢总带出来1楼的门口埕，有的爸母赶来到地，甲幼囡仔揽安安，做事大人的有影是真唔甘。昨环保署通过桃园市铁路地下化建设环境影响评估的申请，现场委员建议讲，铁路经地下架出来的平地，就通好建设生态公园这款绿化甲美化的设施。时间内造成交通卡会塌，也是环境有污染者，主办机关嘛就要补偿。总是开会头尾无到1点钟，这嘛引起人议论讲，通过审查煞比拍火搁较紧。环保署伫拜三召开桃园铁基路地下化宽频会议，由开发单位交通部铁基路进行简报。地下化路线对永高火车头西平往南到平镇，大约18公里长。路线顶头也会增加凤鸣、中路、桃园病院、中原甲平镇，拢总有5个地下化车站。简报用无到15分钟，委员询问的时阵也无出现质疑的内容。所落来的闭门审查会议对开会到结束无到1点钟就全案通过。包括像环境生态景观都会在这个议题里面去处理。这个案子是经过2次专案小组，就7月份跟10月份有2次。那所以大概所有环境议题的有关意见都会在专案小组处理。所以其实相较其他案件，它并没有比较快。环保署表示，开发单位伫初审会议有欠缺现有甲新增加的车站相关出入口以及通风天井的设计资料，这回拢有用书面资料补充。宽评委员也提出建议，地下化了后顶头的空地爱做绿地设计，亲像是生态公园。不过这是地方政府爱负责的，铁路局无法度规划。也若各界质疑宽评真紧就通过，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回应讲，一切有照程序在行。从这个计划提出到现在环评通过已经5年了，那5年的审议包括环评已经审议2次，那该讨论的问题都讨论完毕才会通过。所以任何一次通过不是说审很久通过才叫完整。桃园铁基路地下化伫进入综合规划阶段以前就发生争议啊。后来市调审查委员的淡江大学教授张胜雄认为政府甲地下化的效益太过经济，若准程序继续走，未来就要付出更较侪费用，甲牵着桃园捷运时间的大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来讲，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立法院迄边会拼12月底通过反渗透法。本人早起去参加调查局的训练班，学员结业的典礼，佮强调讲调查局伫咧应付外国的影响力无所不至，要协对台湾历来这站工课路表现有影真赞真醒目。佮讲8日关系资讯安全这方面，嘛着爱调查局佮斗拍拼。副主席希望你反渗透法不要爆通面对媒体讲到，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质疑反渗透法硬要过关的代志，总统蔡英文无回应，却伫进前下令，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月底通过反渗透法引起讨论。不过蔡总统26出席调查班学员的结业典礼致辞，特别强调，立法院3读通过国家情报工作法，肯定调查局伫咧反渗透法工课表现真好，未来该加强假消息的过滤。这1年来，不论是反渗透或者反情报工作上，调查局都有亮眼的成绩。现在调查局正规划成立治安工作站，持续的加强侦办电脑犯罪以及防治假讯息。
选战进入上尾阶段，总统辩证席，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嘛要替党籍的立委候选人助选。面对韩国瑜2号讲罢韩游行是局限人马介入发动，甚至佫讲相关的人马发动罢免台北市长郭文铁，陈菊嘛反驳游行是民间的自主活动，伊无能力操控。包括不同的政治人物大概声量比较低。 大概都是会一直就修理高雄的团队，修理我们。那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那我会觉得说，罢韩的活动，我说过这些活动是民间自主性。那伫伊迄天，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无出席罢韩的活动，互韩国瑜解读是局限人马要卡陈其迈，就是要保钓局限人马以后的市长之路。民进党已经互派系绑掉咧。想象力太丰富，下一届的市长，我想应该还有3年多嘛。那3年多什么人哪一位优秀的人才会脱颖而出？那这个部分，那我也不知道。另外，为着要拼选举，蔡定阳2日宣布成立青年议员的全国助选团，要展开专台造势活动，带来上新的竞选歌曲组曲表演，希望透过少年议员发声，由少年人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昨晚第2场总统选举政见发表会，3个候选人是写甲真激烈。韩国瑜的阵营早起继续下动力，批评蔡总统所讲的经济数字拢是碰风，尤其阁无尊重去年公投已经通过要将2025年停止核能发电这个目标冻点落来。另外，高雄咧推动罢免韩国瑜的团体，今日嘛已经将3万份的联署书送去到中选会审查，那通过者就会开始拼第2阶段的联署了。2020的选战是增加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日日召开记者会，质疑蔡政府经济数字碰风，还有能源政策有错误。基本工资调涨，餐饮呢是年年涨价。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实质经常性薪资是40893元，可是到了2019年呢，却是40763元，换言之呢，还倒退了130块。也是去买土地、买厂房。 跟我们的就业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好，他们说这个7000亿可以创造5万多个就业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失业率其实完全没有改变。韩国瑜证监会了后，嘛伫人民册铺文，强调讲家己上任高雄市长无到2个月，就去用推杀罢免，点名是当局体系征调官员所主导的，而且佮叫人倡导罢免郭文铁，骄傲自高，互人看袂做的。即马佮传出讲，民进党派系已经咧准备杀新的高雄市长人选，而且即挂派系伫咧总统府内底封神，拢是蔡总统任命的派系黑道。毋过，罢韩方面冇做升级的动作，发起罢免韩国瑜市长游行的威克高雄顶顶的公民团体，是挂名甲3万份联署书，伫咧2日送去中选会，替罢免行动去向前行一步。我们今天是提送第1阶段的联署提议书，这个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将进入第2阶的联署。 罢韩团体公民挂草行动发出时间表，推算讲若是行动顺利，差不多170天了后，会当公告罢韩的投票日。韩国瑜办公室是回应讲，罢韩联署是偷走不合法，希望中选会唔通去受到党派影响。国民党2日也是抵触民进党网军的基地，佮逼出民进党2代网军，点名青口地行销公司，捌亲身向蔡总统报告网军的计划，因是专门伫咧社群平台带风向攻击国民党。记者综合报道。 这阵反渗透法这条案嘛，变作总统大选互相吵嘴的主题。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就批评讲，反渗透法当得要改名做两岸暂停往来法律较有影。伊阁要求民进党唔通赶讲要立法，得要等待选举煞，交代后一任立法委员去发落，安尼较合理。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2号伫咧第2届的政见发表会，口说拿力是贪官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政党，强调家己绝对重视司法公正，是民主自由的最后一个防线。2日，宋楚瑜伫咧亲民党党部接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针对年底民进党要拼通过的反渗透法，是搁一届开炮。不是现在那个名词要改成两岸断绝来往法。 到目前为止，这么重要的法案，公听会只办过1次。对于所谓渗透来源的定义这些事情讲不清楚。那你现在议程只排1天的时间，如何来好好的讨论？应该是选完以后，经过新的民意，大家趋于理性，然后好好的来检讨。
宋楚瑜批评蔡英文用民进党国会释出的优势冲帮立法，未来准公法案通过，人民伫咧言论、行动也有思想的自由，拢会受到限制。宋楚瑜也表示，二哥已经和郭台铭针对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对反渗透法两个人拢有共识，绝对袂使让民进党强硬过关。我跟郭董事长交换意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再给民进党一次机会，不可以在最后的那个12月31号在那边强行通过，否则我所听到的就是他们准备发动同样的街头抗争。对郭台铭讲要发动2019年的日头花运动，到立法院组织抗议反渗透法。罗伟定称本意是要反对凊彩立法，不过宋楚瑜表示，街头抗争不是自由民主社会愿意看到的，伊搁一改向民进党发话，唔好违反当年民进党家己奋斗的目标，用具民意含一波。记者阿敏珍、陈国水台北报道。咱再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早起要求柯文哲市长去专案报告市政府过去甲杨惠如往来的详细。不过民进党的市议员全面拢无出席，因为因讲无爱配合国民党内部的选举出头。另外小党内底佫一个重要的头人郭台铭，本地拢有人看作是反对迄部反渗透法，伊嘛出面表明讲无影，因为伊家己就是互中国影响选情上界严重的受害者。杨惠如网军争议烧到台北市政府，国民党议会党团认为台北市长郭文哲无法度切割，要求伊早起到市议会专案报告，煞想袂到民进党市议员全部拢无来。我们给民进党机会好好解释他跟卡神的关系，吓得跟鬼一样跑得不见了，一个蛋都没有。至少在我的任期内是第一次出现。杨惠如创立的公司透过办理 WTA 网球公开赛摕到标案的补助，国民党市议员质疑为什么还未摕到授权，煞有法度通过申请，根本是买空卖空。这中间有没有人护航，还是他们违反法令的问题？一定合法的，只是不合理，也不能说人家关心就一定不对啊。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我哪些议员关心，不要闪避我的问题。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这实在是。市议员一直追问，敢是有人咧甲杨惠如斗相共？郭文哲是一直闪避问题，无愿意正面回应。国民党一直有网军质疑，但是民进党团认为这是选举的操作，无愿意配合演出。这是一个选举操作，这是一个政治操作，所以民进党不应该在这个时间随机起舞。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继续为李静颖辅选，李静颖早起公布政策影片，强调在郭台铭甲郭文哲两个人的加持之下，会当有声量。郭台铭早起是良心，并不是反对反渗透法，佮讲家己是上大受害者。主要是说，应该大家坐下来好好立一个很好的法。我本身并不反对设立反渗透法，反红媒的话，我是应该是最大的受灾户。郭台铭强调，伊的意思是应该爱甲法案留到后一个会期才个审理，因为阁无偌久，这个会期就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讲高雄市的古港区，进前有和民间的厂商合作，引进外国游乐园的设备来布置。不过顶日有民众咧耍其中一项一直拍箍、生圆箍的设施，骹骨刷去互弄到边仔铁管，整甲着爱送病院去服药。经营业者当时讲，一切设备拢有下安全的规定，总是害人着伤迄项设施也先当起来检讨。该当爱赔偿的责任，因嘛拢会担当。民众坐这项一直设林拢的游乐设施，下工的时阵，脚是直接弄到边仔的铁栏杆，当下非常的疼。设施虽然停止，也是倒伫伊的脚部整起来流血，紧急送病院。我的脚也是自然这样放而已，然后就旁边的栏杆太近了，所以变成说它晃动的时候，就是刚好打到我的脚。现场是高雄的 JETS 嘉年华乐园，古港区为着活化伫个7颗码头引进这个占地5000坪的乐园，是高雄的新地标。21个才正式营运，所有民众受伤。对此，乐园表示，园区的游乐设施拢为美国引进，一切符合安全的规范，嘛是合法申请才会当来港区，会先关这个互民众受伤的游乐设施。
后续的他的工作损失或者是补偿的部分，公司这边会尽所有的诚意跟最大的协助，提供游客最好的一个帮助跟协助。陆园表示，检修了后确定安全无问题，才会开放，嘛会看状况来调整着边仔栏杆的宽度。若是民众抱怨讲设施互人受伤，干那送5张门票，陆园即是表示一切是误会，这个门票是另外的补偿，医疗费等相关的费用，公司拢会负责。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共报道。来讲，去年12月，内政部处分讲，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高盐毒分主任委员这个职务就要剔除。尾也回来改选捌做过立法委员的雷倩出来做主委。啊，高盐毒分嘛真不满，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内政部撤销原底的处分。啊，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早起是判决讲，这项请求驳回，啊，这条案还佫会当上诉者。去年妇联会因为伫咧戒严时代，敢是国民党手下的组织，引起社会议论。本地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妇联会要签行政契约，煞去互对方拒绝。啊，内政部嘛宣布将高盐毒分主任委员的职务剔除掉。地书一出来主张讲，这已经损害到名誉，才来提出告诉，要求内政部剔除处分。啊，佫有妇联会嘛向法院提出烧偿的要求。啊，内政部是主张讲。当要调妇联会甲民众扣钱去罗军遐的资料，因若唔愿提供，这就是妨害公益。早起法院就判决讲妇联会这头败诉。咱过来关心台湾和美国开始要合作开发能源。中国石油公司宣布要投资美国开矿，乌路易斯安那这州的石壁内底照射盐的天然气，别日来当分3成的收成。这项投资的契约期间，头尾是35档，总收入量约有新台币1700亿。目前计划也已经送去行政院的审查了。台美能源合作有新进展，中油计划投资4亿7500万的美金，超过142亿新台币计销，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恩斯维尔页岩气矿区3成油气换益。当年差不多能分到15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天然气，有35年换益，总收入有1700亿新台币。目前计划已经送到行政院审议。以这个国家别来讲的话呢，在美国采购的原油呢，以今年来讲占比到达40%。石化燃料包括石油、土炭甲天然气存量越来越少，非传统天然气页岩气即嘛是能源的新目标。加上美国乌页岩气的技术有进步，存量嘛悬，和中美有合作计划。安尼美国目前已经变作台湾上大能源合作对象，是台湾第一大供油国。中油这几年来积极向无共国家买天然气，买分散风险。包括澳洲、卡达、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拢有签订约。嘛有关台湾自主油气比例，确保国内油气计销甲来源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一阵台湾电力公司请临时的派遣工程师去到行政院门口တင်情，因为进前行政院咧推动要结束派遣的工课这番政策，这本地是要照顾劳工专职在业，不过有的煞因为安尼会变作无头路。啊，台电这边是讲，别日来阁辅导因去考国家考试，不过这阵工程师嘛讲，以因的条件考国家的考试谈何容易。台电的派遣工程师大水暗到行政院တင်情，因为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去年伫咧推动政府零派遣的政策，也不过换来唔是政府直接做头家。李世家伫咧公部门做了真侪年的派遣人力，拢自砍掉。台电的200多位派遣员工，伫今年年底就要无头路。其中有一寡工程师的服务资历已经18年啊。我是民国91年进入台电，面试完知道说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等于是劳保什么要挂在工程顾问公司。那所以说，用人部分必须台电决定，他们才能聘用。年底就要被裁员，我家里面有3个小孩，最小的才中班而已，你要叫我这个年怎么过？台电派遣员工分布伫咧综合工程处、营建处、协会工处等等，主要任务包括工程的监督、采购，被资遣的人数总共209人。虽然台电有做专职的媒合，不过就要无头路的工程师讲。媒合率无到2成，若是要参加国家考试，考登去台电，就因即嘛已经50岁啊，真困难。国立大学以上程度，甚至研究所的，才有办法考到前面的成绩能进来。我们这些40、50岁，说实在，尤其是都读专科的，
说实在，真的会考不上。那但是因为台电是国营企业，人员的禁用啊，它就有法规的要求，要经过公开，而且要考试。台电讲，电力工程有人力调配单昂贵，所以找派遣员工，所来会辅导世界的老员工考试。劳动派遣产业工会律师讲，这个案件只是一个缩影，也有真侪政府的派遣员工有同款的危机，希望公家机关无应该规避责任，赶紧修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28日，宜兰头城海边按中国迄边捞来一只已经无电无油、随海洋浮浮沉沉、无主的船只。交通部航港局烦恼讲，迄只船顶伫咧遐，会影响到渔民出海偷掠，就来发石头，互人冒起要拆。昨下晡一个包厢稳落去海内，要勘查船底的详细，过点外钟煞无看人，到甲昨暗找到的时，不幸已经拢无开始咯。昨暗风影大，救援人员摕手电仔落海去找人，因为海影伤过猛，搜救一时有冻点，落尾伫咧9点50分找到人，不过已经不幸过往了。咱来讲，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半冬，嘛影响真侪民众，暂时无要去香港旅游。彰化一个柯先生，自本飞去香港要找女朋友过圣诞节，谁知讲伫咧机场要入关的时，煞互冻起来，遣送倒来台湾。柯先生讲，伊已经是第2摆去香港，过去嘛捌插到甲政治有牵连的工课，实在唔知影讲哪会互人拒绝入境。我们在香港机场。这个月24迄天，柯先生送行李伫咧香港机场对一间厝的官员，准备要坐飞机倒来台湾。毋过柯先生根本就还未入境香港，就去互遣返。原本要甲香港女朋友做伙庆祝圣诞节的计划嘛，因为安尼无啊。毋过香港入境处是安怎摆互伊入境，根本就无讲互清楚。这件代志嘛，互柯先生无法度接受。当下我有要求他们，就是给我详细的通知，说是看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非法违禁品，或者是就是非法入境的游客，他也没有给我们出示证明。住伫咧中华的柯先生表示，伊甲香港女朋友半年之前是透过网络熟识转来交往，9月份女朋友要来台湾找伊佚佗，了后伊对女朋友做伙登去香港，这个算是伊第2届去香港。唔但去互拒绝入境，而且佫互带去房间内底搬查抄伊的行李，佫问伊真侪甲政治有关系的问题。他有一直问，可是我都说我没有参与那些东西啊，对啊。那你本身有特殊的政治倾向吗？没有我没有偏袒谁，然后我也没有反正就跟政治无关啊。柯先生是感觉真无辜，伊甲女朋友伫咧网络面顶拢无针对反送中或者是发表政治相关的言论，嘛无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毋过煞无必要带去用遣返，因为这件代志佮甲女朋友冤家，嘛必须要佮付遣返机票10000外块，到今也佮查袂到去用拒绝的原因，嘛希望相关主管单位会当斗相共甲原因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这2天世界有真侪国家拢欢喜咧享受圣诞节的气氛，毋过香港遐依然是无通恬静。昨就有真侪民众发起一个行动，叫做 Hamley Shop， 就是去百货公司甲生理场所，用和平理性的手段画口号要抗争，结果嘛是去互警方出手赶人、放催泪弹，佮掠几多的民众起来要审问。应该是温暖的圣诞暝，伫香港街头煞变甲真口势。20号暗时，香港警方伫有上100人的旺角强势清场，向民众放催泪弹、甲喷胡椒喷雾，安尼真侪店家共款嘛是真混乱。差人做嘢退后。香港民众发起家己 shop 活动，包括旺角、尖沙咀、铜锣湾甲元朗，拢有民众大声喊口号，伫商场行来行去。先有不少人叫警方抓起来。We are here not to destroy anything, but we are trying to let everyone to know that we won't celebrate the Christmas because we want to protest even on this joyful day. 伫警方平安暝甲圣诞暝这2暗将势清场过程中，一直传出民众受伤消息，甚至佫有香港科大学生翕到这个画面。24个男子为着闪对渣，弄到防暴警察，随后就敢若是无细力为2楼摔落去。好在加在伊个会知人，目前带伊治疗。另外一个16岁少年，则是伫25透早为3楼餐厅跑落来。警方讲，迄当时进入餐廳無使用任何武力，目前少年情況穩定，帶伊觀察。我哋咧匿晒喺上面啦，跪低，我哋唔敢，有聽到下面嘅噴霧啦，
印尼圣诞节是商场消费真强时期，不过今年除了无伤济庆祝气氛，真侪商场嘛因为警民冲突都要提早关门。反送中运动已经6个月，民众无因为过节停止表示诉求，警民冲突搁伫继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非洲中西部有一条真长了的土地经过几落国，人讲叫做撒哈尔地区。伫咧即大遮极端伊斯兰教的组织，即款恐怖分子是一直咧制造事端。同款圣诞节即2天，撒哈尔地区内面，布基纳法索这国的北边，大型有武装人士去攻击百姓和平安营，造成100多个人死亡。加当天，因又搁去拍巡逻的政府军的部队。撒哈尔地区指的是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苏丹的大草原以北的广大地区。因为伫最近几年来，包括盖达组织、伊斯兰国 IS、博克圣地等恐怖团体，常常发动攻击，杀害平民甲政府军警，所以包括布吉纳法索、马里、查德、毛里塔尼亚甲尼日等5个国家，伫2014年年底造成反恐联盟驻有撒哈尔80名统治这5个国家的法国。也自2017年开始派兵上驻当地，协助有关国家的反恐作战。这边所团在恐怖攻击地点是伫布吉纳法索北边瓦郡马里的苏姆省。恐怖分子先伫咧2时突击杀害35名平民，其中31人是妇女。另外一个公布攻击当地军营，伫冲突中有80名武装分子死亡，政府军也有7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所以伫25。有一批外出巡逻的政府军的车队被恐怖分子埋伏攻击，结果造成10几名官兵死亡。不过政府伫咧2时代志发生了，宣布全国为死难者哀悼48点钟久。Les militaires nous disent exactement ceci, quelque chose de très fort. Si vous retournez à Ouaga, communiquez, dites aux civils que nous sommes ensemble et que c'est ensemble que nous gagnerons cette bataille. 因为代志发生时阵正拄好是圣诞节，主持弥赛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呼吁信众为死难的平民祷告。E a quanti cadono vittime di attacchi da parte di gruppi estremisti, soprattutto in Burkina Faso, Mali, Niger e Nigeria. 目前也无任何团体出面声明法案，不过外电报道讲，以恐怖团体活动的范围来判断，太人的真有可能是盖达、伊斯兰国、博克圣地，或者是甲因挂钩的其他恐怖组织。记者综合报道。咱搁看倒来香港，香港昨有餐厅传圣诞的大餐，讲要招待遐抗议的人士食一顿烧咧。不过，若是中国国内要过圣诞节，就无遐简单咯。有几落个省份禁止基督教的信徒过节，甚至嘛禁止店头卖圣诞老人的衫、卖圣诞树这款过节庆祝的产品。提盘也唔惊，伫耶诞帽啊，伫街路就开始食。20号耶诞节即天，香港一间社运反送中示威者的公营饮食特别准备耶诞餐，免费招待富贵民众甲示威者，希望香港人食好饱，继续奋战，让最近动乱的香港街头有一寡宁静的气氛。不离个伫中国，想要过耶诞节都无遮尔简单。中国各地去年发起反耶诞节活动，今年甚至有几类省份，包括广东、山东、云南、四川，拢禁止信徒过耶诞节，甚至禁止商家卖耶诞商品。云南道公司打出公告，表示接到公安指示，耶诞节禁止所有庆祝活动。贵州各有教育单位发公告，禁止学生过耶诞节到教堂参加活动，甚至有8国联军入侵中国介绍。认为耶诞节是中国的国体日，过世人讲又搁见笑。伫梵蒂冈教宗方济各25嘛用信徒发表谈话，提醒大家要突破心的黑暗，慢慢袂记战乱地区民众当地受着苦难。啊，那伫约旦河西华社区玻璃痕，也就是传说的耶稣诞生地，有真侪信徒伫耶诞节来朝圣、参加礼拜、唱诗歌。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先来讲医学方面上新的消息。有一款抗药性真强、普通的抗生素杀袂死的超级细菌，普遍得拢无法度第一时间随验的出来，安尼嘛会去延误着医疗的时机。较早南口中京病院已经研究出预测超级细菌的模型，安尼就会当真紧检验出这款毒性真强的细菌，医生落药的正确性嘛法度达到80%。
一名40岁男性病人烧未退，阿妈滚症起来，因为细菌感染引起白血症昏迷，有生命危险。有高抗药性的超级细菌伫临床往往无法度及时检验出来对症下药，致使病人延误时机。经过 WHO 统计，全球每年有600万人因为超级细菌感染并发动症死亡。中经开发出超级细菌预测模型，用人工智慧分析细菌图谱，用真紧检验出超级细菌，进一步达到8成用药准确性。脸相辨识来讲，这就是细菌的脸。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细菌的脸，我们把它丢进去给机器来辨识，说，这张脸看起来是抗药性的还是不是抗药性的？超级细菌指的是对3种以上抗生素有多重抗药性的细菌，假使错误用药，会佫增强细菌的抗药性。较常常看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南口中经病医医需要指出，随着抗生素滥用，造成细菌抗药能力增强。台湾的一个我们有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其实已经占到50% 左右的，所以说超级细菌比上一般细菌比例已经是1比1了。一般金黄色葡萄球菌应用盘尼西林治疗，按过演变成抗药性葡萄球菌，必须用万古霉素来治疗。更较严重是演变成超级细菌中的超级细菌，也就是少极细菌。不只有高抗药性，临床也真歹侦测到。用的比较强的抗生素，而且强的抗生素就是所谓的最后线的药。那一旦后线药细菌对它产生抗药性，那就比较麻烦了。南口中经病院这项研究成果，伫2018年登上国际期刊《微生物研究先驱》。研究团队目前正调向建立分段平台，这项技术也将被继续推动伫临床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以下讲完，咱来关心教育。大学考试入学中心早起分析高中生英语听力第2摆考试成绩的统计。中心这边讲，查甫学生伫咧 ACF 这3级表现拢比查某同学了有较好，尤其报考第2摆学生有3成会比头一摆考了较进步。可见讲，考生若是成绩无满意，开放考第2摆制度确实是有效果。大考中心伫咧2日开高中英听第2次考试成绩相关统计资料说明会，共9考的44550人的成绩分布 ，A 级占12.2%，B 级48.1%，C 级37.49%，F 级是2.21%。甲过去比，成绩伫咧 A 级的占比有小可下降，不过 F 级也有下降的情形。成绩是不达标的。F 的分配是下降，那么换句话说，下降的人他就是往 C 移动，或者是 C 会往 B 移动。大考中心讲，这边9考的考生，查甫占45.29%，查某是54.71%，其中查甫伫咧 A 级、C 级甲 F 级的成绩比查甫小可较悬。特别注意的是，英听这届会当考2遍，成绩是经较好的迄遍使用，学生有2遍的机会。也反映伫咧成绩顶头，这边中心9考的考生，第2遍成绩等级有提升的占超过3成，维持不变的是占6成左右。8学年度重复到考生提升的有32.52%，107学年度是33.21%，就前2年，所以大致上是3成是提升。6成是维持不变。整体来讲，所有考生伫咧看图变异，抑个对答的题型表现较好，得分率将近7成。不过伫咧简题对话、底文听解等方面的得分是需要搁再加强。大考中心也在这边强调，经过研究发现，英听甲学习英文的成绩有一定关系，爱重视，也提醒考生爱记传有效证件的正本来考试，才袂违规互人扣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报新闻头拄啊，见面就甲大家报告讲，苗栗幼儿园火烧，这个消防人员辛苦咧救灾，第一就是器材要顾好。出入火场遮济摆，器材若有损害，到底咱要哪会知？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今日宣布成立全国头一间救灾装备检查测定的实验室，过来用上界先进的科学仪器检查消防器材敢有各样，望通真正保障着消防人员的安全。
大火至少是无法度收煞，互消防人员是真忝。伊伫火灾现场，除了消防队员的经验之外，上重要的就是消防人员的准备。因为消防救灾器材常常伫使用有耗损，有时是无法度目睭看出来。但是消防局是率先全国新立救灾装备检测实验室，透过精密仪器的检测，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藉由每个分队都有一位种子教官，平日的每日检查，然后藉由精密仪器进一步的检查。到最后，送修这部分呢，全程一条龙，重点是说确保我们消防人员弟兄救灾安全。现在要做 A 级防护衣气密测试。透过精密仪器的检测，用伫化学灾害现场的 A 级防护衣，敢有状况，马上就会使知影。另外，空气呼吸面罩的气密性，这几项消防队员上重要的装备，嘛是实验室主要的检测目标。以往这些设备拢要委托外口的厂商进行定期的检测，检验时间是开真济，阁不便，造成空窗期。新的实验室会当改善这个问题，提升消防人员的救灾安全。这个时程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今天我们建立自己的检测设备，而且这个花费在100万以下，那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测能量。因此呢，我们很期待这套检测设备能够马上上线，然后能够为消防弟兄、打火弟兄能够提供最高的安全、最好的安全保障。除了采购仪器，消防局嘛针对人员来训练，在1月开始陆续是办理专业人员训练，并且摕到国外机构的认证，沙提住总共70名的专业人员，培训保养的经济教官，提升消防人员救灾安全。记者郑混达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看新竹。新竹市政府宣布讲，配合劳动部明年正月开始，会提高全国劳工基本的工资。新竹市另外阁特别照顾临时人员，针对平均册1月你薪水较无3万，遐临时雇员月级会增加700块。望讲会当尽量赶紧达到有通互因领3万块的目标。但小鸟已经有一个囡仔，即马腹肚内底有第2胎。新竹市府人事处指出。目前府内的临时人员当中，有341个人领逐个月固定薪水24200，未来3年会豆豆起薪水，目标是希望会当调到逐个月平均总薪水3万块。开心啊，因为就是对我们生活加减都有一些补助这样子，对啊，然后加上现在就有小孩子，其实经济压力也蛮大的，对于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以前就是手头比较紧，然后不敢乱买东西，现在逢年过节就是可以买一个包包啊，犒赏自己一下。市库所预算的这个临时人员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统调，只要在每月平均工资低于3万以下的人，我们都统一调至700元。针对市府调薪的代志，新竹市劳团是正面的态度，不过希望伫照顾劳工顶悬会当有更较侪福利政策，嘛希望约聘雇的人员会当做伙纳入调薪的范围。以我们劳工来讲，我们更希望你赶快的调升给我们的这个到3万块。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市政府人员能够跟随着一起调升。市府人事处表示，调薪了后，大约会增加市库支出487万。这道平均逐个月薪水无到3万块的临时人员，逐个月薪水会调整，会增加700块，预计有421个人受惠。记者综合报道。空军 S2T 这款巡逻机守护台湾海峡到达半世纪，人讲叫做沙鱼机。当退休了后，是赠送予台中朝阳科技大学今年打成立的航空机械系。这个科系也是目前台湾中部唯一一个训练飞行和修理飞机的系所。按算伫咧10年内，会培养750名的毕业生来投入国内航空的产业。外形有无共的色水，机身的脚真大的刷鱼喙，就是伊上显目的标识。伊是空军独一的刷鱼机 S2T 反潜机，伫咧大海服役半世纪了后，出现伫咧大学的学校内底，囡仔人看甲真欢喜，嘛是航太科系的外教材。那因为我们的学生他实务经验是目前是没有。那如果有这架飞机的话，我们可以让学生去了解，比如说飞机的起落架，或是飞机的轮胎。国防部送予台中朝阳科技大学一只反潜机，未来除了是学校内底地标，嘛是航空机械系同学的教材之一。台中朝阳科大航空机械业是目前中部唯一实际训练还有操作的航空相关的科系。今年第一届是收40个学生，所有课程拢注重实作，每一个同学拢感觉讲真有挑战。因
因为飞机每个部位都有一个不同，它就是飞机维修手册会有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修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各部位我要去多做他们的了解，以及记住他们的一些名称以及修法。甲其他航太系数无同，朝阳科大引进实体模拟机，学生会当体验模拟飞行，实务教育嘛是学习的重点。除了机能以外，同学讲语言嘛真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科系注重的是英文，所以英文的话这方面平常要多听多练。有时候就是上网去听一下别人怎么讲英文。学校表示，目前注重航空机械维修、智慧机械甲复合材料应用三大发展重点。中部除了有国际机场，嘛是精密机械发展的所在。未来透过三校合作，计划伫咧10年以内，培育750名以上的毕业生，提供产业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科技大学看完，咱来看分林的西丽国中。3冬前，才成立校园布袋戏的社团，学生囡仔趁下课的时间训练，嘛捌去户外公演。为着要互安养因遮的老大人会当有一项娱乐，顶日因将舞台刷去创世基金会斗六园区内底拆起来，望通经过锣鼓声甲布袋戏出台入台的形影，互遮老大人有冬天时的温暖。公主带路，公牛对家来。学生认真念着口碑，搭配布袋戏红的演出，和背景配乐演奏，每一位学生分工合作，顺利演出剑仙吕洞宾传奇的经典戏。精彩演出和平时真甜的红养院，充满热烈气氛。学生嘛在护理人员引导下，和移民来互动。非常感谢基金会让我们来这里关怀植物人，祝那个植物人身体平安。就是我们学校希望把这些布袋戏带给这些植物人，让他们就是不会那么无聊。武林是布袋戏的故乡。为了要传承布袋戏文化，在国中3年前成立布袋戏的社团，学生利用下课时间来练习，慢慢参与户外演出。这次来到创世基金会斗六园区表演，希望会当互这的植物人近距离感受到布袋戏演出。这也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的社区融合活动。那希望透过现场的布袋戏的这些偶戏的表演，然后让我们的乐民增加他的感官刺激。这个布袋戏在现场的临场感跟我们看电视绝对不一样。创世基金会斗六园区表示，目前斗六园区安养41位植物人，平时虽然有爱心团体办活动，但第一到布袋戏来园区表演，希望带移民近距离感官刺激。小尾牙嘛要到啊，希望各界当支持捐款领导费用，出钱出力帮助植物人，让弱势朋友感受到社会温暖。记者有报道。同款来看中部南投德山德雅的工艺家刘文宏老师，伊一手艺头尾已经40担。目前因后生嘛顶着老爸好功夫，咱来看因甲德雅过下过，装作鸟鼠的形体，佮配合笋仔的造型，制作出大卡的德雅花灯，会伫咧明年南投灯会来展览，嘛通互所有看会到的民众加添一个鼠年的好头彩。甲德雅写做圆巧的形，再佮甲画好平。伊是台湾工艺师刘文宏的后生刘彦祥。伊毋拿传承爸爸的功夫，伊也真有想法，互德雅作品有无同款的生命。借由偏心之后，它会有一个这边会比较密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灯的后面会比较疏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导致光影的明暗度不一样，然后晚上的照明的方式的结果也会不一样。看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德雅和德雅的浪旁拢平看，就那亲像是一只鸟鼠坐伫涂骹，头向顶悬，点灯了后，加一种有希望的感觉，也会使看作是德花灯。后生用心制作的作品，连刘文宏拢会学到一。真的相当不轻松，因为一方面又要兼具竹笋的造型，另一方面又要有这个老鼠的臀部的这个造型。以我这个传统的脑袋，我不会想设计成这个样子。要做一个德雅作品，费心神也真了工。刘文宏看后生愿意接手行德雅这条路，伊是感觉真感动。这个作品未来也会伫咧2020南投灯会，甲其他店内德雕、玻璃，也阁有石雕等等的工艺作品做回展示。希望这个有路的工艺作品会使祝大家新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丰原公路边才出气啊！秋冬天反红长寒的时阵，规丛气啊树满山遍野拢会变色，红滚滚的风景，袂输敢若饭仔树共款成人的目睭，咱嘛做伙来欣赏。
红米米啊吹，红公公的叶啊看起来真水。这毋是芳仔树，这是起仔丛。台中丰原公老病是起仔重要的产地。近来天气转冷，起仔叶为青泛红，游客来这行大，拢讲看到真清晰。我觉得蛮放松的，因为我们刚好又是在平日这个时间来，没有什么游客，然后这地方就很世外桃源的感觉，对，所以蛮漂亮，蛮适合来放松自我的。这片要挖20公顷的起仔园，远远看起来就亲像芳仔拿。网友讲起仔叶内底有花青素，若是秋天翻风长寒，就会变色，寒天的风景会更较水。那到冬天之后，这边世界都会变得很红，而且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刚冷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么红，可能到冬天最冷的时候，会越来越漂亮。最近温度直直降，阁有雨，农民提醒民众爱把握机会，若要看红叶，就来趁这时。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看到起仔树泛红，袂顺啊像饭仔树，烧香遐尼成人的目睭。国情也想到真趣味的台湾话。咱讲起仔，啊，观众朋友。你听好，提出去共考试，甲你的亲戚朋友提出来问讲，你敢知影讲起仔甲臭起仔无相共？那这吼，我相信讲真济咱电视边的朋友比较国情啊较了解，煞毋知影讲起仔，咱普遍咧讲红起，红起品种佫几落款，即马改良甲愈食愈好食。啊，毋过人来咧讲臭起仔咧，臭起仔即台湾各地头无相像的腔口，普遍人有人讲柑仔蜜，啊嘛有人讲头仔肚。啊，某人讲臭起啊，是啦，这就是咱正南北二路称呼讲法拢无共。另外一种甲红起无相像的水果，就是头仔肚，就是柑仔蜜，就是臭起啊。啊，就咱亲像讲铁马，嘛有人讲叫做空明车，啊，嘛有人讲叫做自轮车，甚至嘛有人讲叫做动轮车，你讲看有影无？这就是台湾话吼，无共腔口讲出来，无共趣味性的所在。毋那安尼啦，国情吼，连讲佫会找时间，甲你讲关庙有关庙的腔口，演前有演前的腔口，宜兰、台南各所在腔口拢无共。是讲吼，起仔树泛红，咱也想到一句过去先民来遮开垦流传到当的俗语话，人讲红气若出头，起仔树泛红，罗汉脚就目屎流。啊，是安怎有讲即句罗汉脚目屎流？即马即个时代，咱是咧讲啊都。无娶某无娶亲，即款就做罗汉脚。实在即句话俗语拄形成的时阵，有历史的背景伫迄啦，就是清朝时代。早当时，西戎拍清兵，带清兵来拍郑成功，拍了有过手，犹原上书的康熙皇帝，讲当毋通放弃台湾哦。毋过清朝遮的政府，因嘛考虑讲，你若互遮沿海的民众搁去到台湾喷落去尔，行共款甲郑成功。遐尼啊歹管，无法度管教会行。毋则会讲下令，若要来到台湾，袂使带某囝过去。所以毋则台湾迄当阵真济罗汉脚，流传即句话就是讲秋冬天到，起仔树泛红，罗汉脚目屎流。因为查甫来台湾足济，查某的都无几个。毋则永早原来有俗语讲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就是遐罗汉脚拢去平埔族，带平埔族的查某囡仔。啊，毋那安尼，迄当阵另外佫一句，讲做一个某较好生的天公祖，这嘛就是咧讲清朝时代女性有影少。啊是讲吼，咱咧讲俗语，虽然即马即个时代咧讲，甲以早道理无相像，即马人若咧讲一个某较好生的天公祖，就是咧讲疼某，无别项解说。毋知影讲台湾原来历史有坎坷的即一幕，毋过总是咱爱饮水思源。爱知影讲过去历史安怎发展，毋则另外佫有一句红气的俗语，讲做红气好食，对倒位起地，意思就是讲红气好食啦，迄地头吼对倒位起你爱知啦。啊，但这俗语哪有啥意思？啊，就地头安尼挽起来尔。毋过即句起地，另外一个音就是讲，因为什么环境来锁地即个地，所以红气好食，对倒起地，就是讲吼，你今仔成功啊，你今仔出头天啊。你毋通袂记咧讲，永早是向牵成，互你会当有今仔日即个成就来锁定。啊，讲到红气好食，对倒起地，咱嘛知影讲，若是经了好，大家学乐；若是经了无遐顺时，真正咱就爱变巧咯。你像讲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10多年前有转型，加建设一片猪肉园、观光园区，啊，毋过这2年啊，经了有较实。
县政府嘛讲要搁拨3000万伫咧龙园边啊起新的生态园区甲运动公园，望讲会当搁带动来遮观光旅游的潮流。位伫南投县民间乡的农产运销公司，是中部地区猪仔拍卖、高屠宰重要的平台。伫民国93年转型为猪肉园，跳脱传统肉品市场防食垃圾、臭公公的影响，所以吸引真侪观光客。也毋过这2年，因为原物料成本增加，一个一手等等的影响，营运是较以早差真侪。最近林县长积极的在邀请台商进驻我们朝使用者付费，把成本能够反映足，而且适当的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同仁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福利。最近县政府开3000万规划伫猪肉园边啊，起一座全新的亲子运动公园，拢总将近3公顷的土地，嘛设有生态园区，希望会使吸引愈较侪游客。至少是台湾独一的一个枫林户外打击业，跟过去我们所设置的儿童的溜滑梯、荡秋千以及健身器等等完全脱离那一种形态。身为全台湾第一间转型成功的肉品市场，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有真侪肉制品的伴手礼，非常受到欢迎。上紧伫年底也是明年初，猪肉园甲亲子生态园区，就以全新的面貌来甲民众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中华大川滨河社区，因定咧办青人控窑，因为活动的内容真精彩佮趣味，规家伙带来遮参加上有意思。今年一个开放报名1万年，又搁互人号位号较甜咯。大人囡仔无用搬头搁咧过火，这是中华县大村乡滨河社区青人控窑，也是遐上受欢迎的农村活动之一。因为这项活动是真出名，抢着控窑名家的民众嘛，带囡仔做回来体验。他没有玩过，就带他来看看。他觉得好玩吗？对，已经好玩吗？好玩。社区每一年都会办啊，然后就想说小朋友没有参加过就带弟弟来玩啊。今年的活动一开放报名，名额随互人抢了。活动迄天天气也是真好，大家拢算甲真欢喜。讲土伤淡会抗袂成，惊人失望所以讲阮真早阮就来截止啊。这个活动不只会当控窑，嘛有产业展览，阁有销售的活动。社区的民众是真介意，另外现场嘛有声浪仔的表演，希望互民众有一个深色的休困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深色，咱来讲耶诞节，这囡仔兄囡仔姐拢真期待讲耶诞老人到底当时会行卡到。北美航空司令部照过去的咧，伫咧网络顶头公布耶诞老人真无用的行踪，当时行去到倒位？尤其头一摆邀请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做伙来看耶诞老人行东往西对倒位去。Santa knows that Germany i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during the holidays, and we've just spotted him over Berlin. 圣诞节无用伫咧送礼物的圣诞老人真无型，伊到底什么时阵会来呢？为了要互囡仔答案，北美航空司令部 NORAD 早就传好啊。今年北美航空司令部照惯例推出圣诞老人追踪装置，也安排1500名志工伫咧科罗拉多的空军基地接电话，甲囡仔讲圣诞老人伫咧倒位。Well,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find over the years is that Santa really likes to go to houses where everybody's asleep. So we highly recommend that the kids go to bed early. 伫北美航空司令部的影片内边，圣诞老人坐着9只绿瓦机的赛车，盘山过岭，飞过海洋，从欧洲到美洲，从北极到亚洲，每一个所在拢走透透。即马伫地球顶头250英里、时速17000英里的国际太空站太空人，也做定监控，提供圣诞老人上新的消息。I'll be using the NORAD Santa tracker all day long, along with other astronauts here on board the station, to find out when we'll cross Santa's flight path again. We're all excited to find out where we might see him next. 北美航空司令部每年追踪圣诞老人的传统已经超过60年。一开始是报纸顶头的广告电话号码印唔对，和 NORAD 证实北美大陆航空司令部的指挥中心一直接到囡仔要靠互圣诞老人的电话。要因着顺这个势，每年拢追踪圣诞老人伫咧倒位，甲囡仔讲。为了要迎接圣诞节，英国方式也公布4台最近做不定的正罕见的画面。
看到英国女王加查尔斯王储、威廉王子加乔治王子排规排伫咧办材料，将专心搁正古锥的乔治王子上引大家注意。英国方式以日常生活方式，甲所有民众度过这个家庭团圆的日子。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愈晚天气愈冷，今日因为东北风影响，下晡北部天气反凉冷，暗头啊无定会落短暂的雨，气温一个降到会降5、6度。明仔载有个所在北部甚至会加到13度尔。咱这阿伯阿姆老大人都爱加套衫。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5度，中部21度到28度，南部22度到30度，东部20度到28度，金马平湖15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